姓乡北港村三级古迹竹米桥，国姓乡公所正用心打造成为艺术的功能。未来除了日时会使欣赏边仔的这美丽风景，暗时透过灯光的照射，毛无同款的风貌。互大家袂讲暗时讲唔知要去倒位，来个遮，互大家有留下。 更能够留下美好的一个休闲观光旅游的一个美好的回忆。三级古迹竹米桥艺术功能点灯音乐会伫悠扬的乐声中进行，国姓乡公所邀请各界来参加，宣传观光旅游甲客家文化。 这次由国姓公所他投资了200万来做这个光廊哈，那让整个这个古迹呢，它在夜空下呢，更能够展现哈一个科技的一个美感哈。未来配合岸边步道建设工程和北港客观光旅游高卡发展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